1999年港姐夜，郭羨妮憑4料冠軍碾壓全場，打破李嘉欣11年壟斷，金庸為佢站台。TVB 摘下《尋秦記》女主資源，同古天樂演熒幕絕配，呢一個係港圈史上最冇爭議嘅天選之女開局。可邊個能諗到呢一場讓全港艷羨嘅榮光，竟成咗佢作死人生嘅序章？《尋秦記》片場，佢神秘失蹤16小時，古天樂急難報警嘅反常舉動，究竟藏着點樣嘅秘密？點解呢位本應嫁入豪門嘅選美傳奇，偏要接連觸碰已婚男紅線，從初代白月光淪為人人喊打嘅港娛當花，最終又為解倒貼3套房產，下嫁河南農村母子。郭羨妮24年，從巔峰到谷底嘅浮沉，每一步都藏住讓人心驚嘅反轉與謎團。第一章，神話級出道，打破李嘉欣紀錄嘅天選之女。喺郭羨妮橫空出世前，港姐選美圈嘅天花板一直係李嘉欣。1988年，李嘉欣以最美港姐之姿斬獲冠軍，與最上鏡小姐相長。此後11年，冇人能喺選美舞台上超越佢嘅榮光。直到1999年，郭羨妮嘅出現，直接改寫咗呢一歷史。彼時25歲嘅郭羨妮，並非傳統意義上嘅港姐新人。佢出生於香港，成長於加拿大，畢業於溫哥華西門菲沙大學，手握工商管理同心理學雙學位。此前仲曾係國泰航空嘅機艙服務員。優越嘅學歷背景同國際化嘅氣質，讓佢喺一眾參選者中格外亮眼。比賽當天，佢身着一襲白色長裙亮相，身姿窈窕，談吐得體。無論係問答環節嘅從容應對，定係才藝展示嘅優雅大方，都讓評委同觀眾眼前一亮。最終，郭羨妮以絕對優勢包攬冠軍、最上鏡小姐、國際親善小姐、千禧才智小姐4項大獎，成為港姐史上罕見嘅4料冠軍。同屆參選嘅胡杏兒後來喺採訪中直言不諱，見佢第一眼就知道自己爭唔過冠軍。佢嘅美和氣場係天生嘅主角相。更具分量嘅係武俠泰斗金庸先生當時亦受邀擔任評委。睇過郭羨妮嘅表現後，佢公開表示，郭羨妮嘅神韻讓我筆下嗰啲江湖美人都活咗過嚟。選美奪冠只係起點。2000年，郭羨妮代表香港出征國際華裔小姐競選，再次以大熱姿態奪冠，成為繼李嘉欣之後第2位同時斬獲港姐與國際華裔小姐雙料冠軍嘅選手。連續打破選美紀錄嘅表現，讓佢瞬間成為全港焦點。TVB 更係睇準時機，以頂級資源簽下呢位天選之女，意圖將佢打造成新一代當家花旦。對於大多數港姐嚟講，簽約 TVB 後都要從配角做起，慢慢熬資歷。但郭羨妮享受嘅係絕對嘅斷層資源。簽約不久，佢就被直接敲定擔任經典港劇《尋秦記》嘅女主角，飾演溫婉知性嘅琴清，與當時嘅 TVB 頂流古天樂演對手戲。《尋秦記》作為 TVB 嘅台慶大劇，匯聚咗古天樂、林峰、孫孫等一眾實力派演員，製作精良，劇情緊湊。郭羨妮飾演嘅琴清係戰國時期嘅才女，溫柔善良，對項少龍一往情深。同古天樂飾演嘅項少龍之間嘅感情線，成為劇集嘅一大看點。劇中嘅佢一襲古裝長裙，氣質清冷，眉眼間滿係柔情，完美詮釋咗白月光嘅定義。2001年《尋秦記》播出後，收視率一路飆升，峰值突破40點，成為當年嘅收視冠軍，甚至火遍兩岸三地。郭羨妮憑借琴清一角圈粉無數，成為港劇初代白月光嘅代表人物。彼時嘅佢事業如日中天，顏值與口碑雙在線，廣告代言接到手軟，身邊圍繞嘅都係頂級資源。按照呢個趨勢，佢完全有機會複製李嘉欣嘅路線，憑借美貌與名氣加入豪門。
從此衣食無憂。可誰也冇諗到，呢位手握王炸嘅天選之女，卻親手撕碎咗自己嘅光明前程。本該喺事業巔峰乘勝追擊嘅佢，卻讓緋聞成為咗自己嘅主打標籤，一步步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。第二章，致命緋聞連環炸。從緋聞體質到港如蕩花。如果話第一次緋聞係意外，咁接二連三嘅知三當三就成咗郭羨妮無法洗白嘅原罪。從2000年到2009年，短短9年間，佢先後同4位男星傳出緋聞，且每一段都牽扯到已婚男，實錘證據確鑿，輿論反噬一次比一次猛烈，最終從緋聞體質徹底淪為港娛4大當花之一。2000年《尋秦記》拍攝期間，一則郭羨妮神秘失蹤16小時嘅消息，瞬間引爆港媒。據當時嘅港媒《蘋果日報》跟蹤報道，事發當天，郭羨妮原本有拍攝任務，但到咗片場後卻不見蹤影。劇組工作人員四處尋找無果，眼喺天色漸晚，擔心佢遭遇意外，便打算報警處理。就喺此時，古天樂突然企出嚟阻止，稱自己知道佢喺邊度，唔使報警。呢一反常舉動讓媒體嗅到咗八卦嘅味道。隨後內幕被曝光，失蹤嘅16小時裏邊，郭羨妮一直待喺古天樂嘅酒店房間，兩人共度整夜。消息一出，全網譁然。要知道，古天樂當時係港圈公認嘅緋聞絕緣體，形象正面，粉絲眾多。而郭羨妮作為剛出道嘅新人，正處於事業上升期，兩人嘅緋聞瞬間成為街頭巷尾嘅談資。面對輿論壓力，雙方團隊均出面否認。古天樂團隊稱，兩人只係喺房間裏邊研讀劇本，討論角色，之所以冇告知劇組，係擔心打擾到其他人。但呢一講法顯然無法讓公眾信服。劇組嘅匿名工作人員向媒體透露，失蹤嘅嗰段時間，兩人根本冇安排拍攝任務，所謂嘅研讀劇本不過係藉口。雖然呢一場緋聞最終冇實質性嘅實錘證據，亦都冇影響到《尋秦記》嘅播出同兩人嘅事業，但郭羨妮卻因此收穫咗緋聞體質嘅標籤。呢次事件亦為佢後續嘅一系列作死操作埋下咗伏筆。佢似乎並未意識到緋聞對藝人形象嘅破壞力，反而喺呢條路上越走越遠。第三章，與溫兆倫嘅菠蘿包婚外情。如果話與古天樂嘅緋聞只係初嘗禁果，咁2002年與溫兆倫嘅菠蘿包婚外情就係郭羨妮事業下滑嘅開始。2002年，郭羨妮與溫兆倫合作拍攝《牛郎織女》，兩人因戲生情，但當時嘅溫兆倫並非單身，而係處於第二段婚姻存續期，妻子係佢嘅助手潘燕妮，且彼時嘅溫兆倫仲深陷炒樓失敗嘅巨額債務中。據港媒明報全程跟蹤報道，溫兆倫追求郭羨妮嘅方式十分簡單粗暴，每日俾佢送佢最愛嘅菠蘿包。就係咁樣看似廉價嘅浪漫，卻成功攻陷咗郭羨妮嘅芳心。港媒因此戲稱佢係半打菠蘿包就能攻陷嘅港姐。隨後兩人被拍到一同前往歐洲旅遊，喺街頭牽手漫步，親密無間，婚外情嘅事實被徹底坐實。消息曝光後，輿論一片譁然，公眾紛紛指責郭羨妮知三當三，破壞他人婚姻。面對鋪天蓋地嘅批評，郭羨妮不僅冇道歉，反而喺接受採訪時公開叫囂：我只係個普通女仔，為閃解唔可以正正常常拍拖？呢句致命發言徹底點燃咗公眾嘅怒火，引發全民反噬。溫兆倫嘅前妻潘燕妮亦喺接受媒體採訪時證實，喺自己同溫兆倫婚姻存續期間，郭羨妮就同溫兆倫保持住曖昧關係。隨住輿論嘅發酵，郭羨妮嘅廣告代言被全部抵制，已經拍好嘅牛郎織女亦遭到下架處理。TVB 為咗平息眾怒，更係將佢雪藏咗半年。雪藏期滿後，郭羨妮嘅資源大幅縮水，再亦無法回到巔峰時期。但即便付出咗如此沉重嘅代價，佢依然冇同溫兆倫分手，兩人又糾纏咗3年。
直到2005年先至正式分開。呢段維持咗3年嘅婚外情，讓郭羨妮嘅形象一落千丈，成為佢演藝生涯嘅第一個污點。2005年就喺同溫兆倫嘅感情即將走到盡頭時，郭羨妮又同已婚男星馬德鐘傳出緋聞。當時兩人合作拍攝電視劇《爭霸傳奇》，馬德鐘已經結婚8年，妻子係圈外人，家庭和睦。但港媒《星島日報》卻刊登出兩人同車離開酒店嘅照片，照片中兩人喺巴士上親密耳語，隨後一同進入酒店，直到第2日先至出嚟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就喺酒店私會嘅緋聞仲未平息時，港媒又爆出猛料，郭羨妮喺《爭霸傳奇》嘅片場因內急揾唔到廁所，竟然直接喺片場隨地小解。呢一消息讓佢嘅形象再次遭受重創。更諷刺嘅係，馬德鐘仲站出嚟為佢開脫，稱佢唔係壞人，只係當時情況緊急，結果卻遭到輿論反噬，被網友指責護小三，自己嘅形象亦都受到牽連。更離譜嘅係，同期仲有消息稱郭羨妮仲同富商陳國強傳出緋聞，被捕腳踏兩船。最終陳國強因不滿郭羨妮嘅緋聞不斷，怒將佢踢出劇組。接連嘅醜聞讓郭羨妮嘅口碑跌到谷底。事後佢喺接受採訪時公開發誓，以後再亦唔會戀上有婦之夫。但邊個亦冇諗到呢句誓言好快就俾佢自己打破。第4章，喬走陶大宇，淪為4大當花。2006年，郭羨妮同一直以好男人形象示人嘅港星陶大宇合作拍攝《學警出更》。呢一次合作好快從戲裏面延伸到戲外，兩人被港媒多次拍到私下互動頻繁，隨即再度被捲入婚外情風波。相比以往，呢一次嘅情節更顯殘酷。陶大宇嘅妻子黃寶慧正係郭羨妮當年參選港姐時嘅伴娘，兩人曾關係親密，被視為閨蜜。據港媒報道，陶大宇喺拍攝期間同郭羨妮關係迅速升溫，最終不顧與黃寶慧長達7年嘅婚姻，向妻子提出離婚。黃寶慧情緒崩潰，為咗自證清白，亦為咗還原事情真相，佢選擇向《東方日報》公開郭羨妮發俾陶大宇嘅曖昧短信截圖，相關內容迅速喺媒體與網絡上傳播，被外界視為郭羨妮插足婚姻嘅直接證據。呢場風波由此徹底失控，但更具毀滅性嘅並非離婚本身，而係隨後嘅反轉。陶大宇離婚後，原本被外界默認會同郭羨妮修成正果，卻好快被郭羨妮冷處理，刻意疏遠。形象與事業雙線崩塌嘅陶大宇試圖自保，喺採訪中公開反咬一口，直指郭羨妮為當花，稱自己當初被迷惑。呢一講法並非私下流傳，而係有公開視頻佐證，瞬間引爆輿論，將郭羨妮推向更深嘅輿論深淵。2009年，港星阮瓊丹喺綜藝節目中點名曝光所謂港娛4大當花，郭羨妮赫然在列。阮瓊丹言辭激烈，指控佢長期介入已婚男士感情，相關言論迅速發酵。更致命嘅係，當媒體向陶大宇求證時，佢僅以一句並不意外回應，被外界解讀為默認甚至背書。自此，郭羨妮喺港圈幾乎被徹底判咗死刑。佢唔再只係緋聞纏身嘅女星，而被貼上難以撕掉嘅道德標籤。廣告代言相繼解約，影視邀約斷崖式消失，業內態度迅速冷卻。佢無論走到班度，迎接佢嘅都不再係掌聲，而係審視、議論與迴避。最終喺事業與名聲雙重坍塌之下，郭羨妮選擇遠走加拿大避風頭。嗰個曾被視作天選港姐、人生模板嘅女人，喺短短幾年內完成咗從雲端到谷底嘅墜落，徹底淪為港圈口中嘅棄子。第5章，從港圈棄子到內地寶媽嘅自我救贖。喺加拿大避風頭嘅2年裏，郭羨妮幾乎從公眾視野中徹底消失，冇作品，冇曝光，亦冇任何關於復出嘅明確信號。
外界普遍認為佢嘅演藝生涯已經畫上句號。一個曾站喺港姐金字塔頂端嘅女人，就咁被時代同輿論悄然淘汰。直到2011年，佢選擇轉戰內地，試圖重新開始。呢個決定，與其話係主動轉型，不如話係一場別無選擇嘅出走。港圈已無立足之地，而內地市場成為佢唯一可能嘅生路。呢一次轉身，不僅改變咗佢嘅事業方向，亦徹底改寫咗佢此後嘅人生軌跡。同年，佢參演內地古裝劇《宮鎖心玉》，飾演心機深沉嘅薛噴。雖然只係配角，但劇集播出後意外大爆，成為現象級作品。郭羨妮亦藉此重新回到公眾視野，卻不再係被追捧嘅港姐冠軍，而係一個需要重新證明價值嘅演員。正係喺呢段拍攝期間，經製片人介紹，佢結識咗內地武術指導朱少傑。朱少傑出身河南農村，家境普通，喺行業內默默無聞，同郭羨妮嘅身份經歷幾乎處喺兩個世界。呢段明顯門不當戶不對嘅感情，好快遭到家人強烈反對。佢嘅母親無法接受女兒嘅選擇，甚至憤而返回加拿大，拒絕出席婚禮。婚期亦因此一度被迫延後。2011年10月1日，兩人最終低調完婚。婚後不久，郭羨妮懷孕生女。港媒報道稱，佢生產時入住16萬港幣嘅高級套房，卻費用自理，被網友譏諷為倒貼生娃。從豪門預備役到嫁俾農村出身嘅母子，呢個選擇喺外界睇嚟近乎自毀前程，但郭羨妮卻表現得異常篤定。婚後，佢幾乎徹底放下港姐冠軍嘅光環，將全部精力投入家庭與丈夫嘅事業。為咗支持朱少傑轉型做導演，佢賣掉咗自己喺香港嘅3套房產，把積蓄悉數投入其中。2013年拍攝電視劇《金玉瑤》時，佢不僅擔任女主角，仲喺懷二胎期間強行堅持拍戲，最終不幸流產。為此付出咗極其沉重嘅身體與心理代價。即便如此，佢喺之後嘅採訪中依然多次肯定呢段婚姻。佢形容朱少傑有責任感，好照顧人，兩人嘅生活冇光環，卻足夠安穩。對佢而言，呢一種平靜或許正係此前人生從未擁有過嘅狀態。2025年7月，佢獨自帶女兒赴越南慶生。丈夫因喺內地拍戲未能同行，引發外界對婚變嘅猜測。面對輿論，佢迅速出面回應，澄清夫妻關係穩定，並晒出全家福，平息風波。此後流傳嘅所謂控訴丈夫轉移家產、私生子等說法，亦都被證實為自媒體造謠。工作室以公開維權，從選美冠軍到緋聞漩渦，再到低調寶媽，郭羨妮嘅人生幾乎濃縮咗港圈女星最典型嘅起伏軌跡。佢曾手握好牌，卻因一次次判斷失誤跌入谷底，亦在聲名狼藉之後選擇咗一條不被睇好嘅路，換嚟相對平靜但並不耀眼嘅生活。呢究竟係作死還係自我救贖？外界始終爭論不休，但至少有一點可以確認，佢嘅人生方向已經唔再由掌聲、市場或輿論決定，而係由佢自己承擔後果，繼續走下去。呢個未必係成功，卻係真實。